但可能国内又个出现假钱，台北市现代侦办一定卖毒案发现讲这香花买印假钱，查扣12000外张1000块的假钱，计共是掠到9个人以上罚班。警察专副武总是开始攻坚敲揣。伊讲物件放伫你家啦，我才带来伊内底。面对警察吹过来，总是拒绝配合，但是出来红敲出一大堆1000块的。我们从这个箱子里面找到一大箱的假钞了哈。公铁行李箱啊，真是塔个敢若山，但是内面装的拢是假的。警察进前是分几啊路，伫湘北含新德等所在是查到几啊个不法的据点，一日去掠到假钱集团。共计查获柯姓、吕姓等嫌计9名到案。现在查获的这个伪钞共有9组的序号。那恐怕已经有部分已经流入市面。1000块的假钱采完到，敢若是扣案的成品都有12000外张，嘛查扣到空气枪含各类的毒品。警方接到证据，正找乌道卖毒案，一查竟然发现讲，这嫌犯嘛涉及做假钱，小连续掠到9个人到案。还是可以看到这是1000元的字样，跟伪钞的比起来，伪钞的部分还是会比较不清楚。另外，他为了大批制作，所以有些会看起来比较粗糙。真的假的比一个，若无斟酌看，钱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歹分辨。原来嫌犯早都有相关前科，这摆佫开始做这道，甚至是做甲比进前佫较真。不过警方提醒讲，只要1000块出现这9组的事后，都要提高警觉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